客家俚语，新闻叫搭车叫，左偏右儿斗偏头。头摆有一个做心口界，难死唔别隔外撇，老家娘又唔合，不但做头王妹唔冷意，尖头贤妹也唔来。又摆老公嫌佢做一条布，做两下唔晓做，其实老佢调到白当，上多就拿下来做，做唔出又调转白当去。一条布做眼都冇做出来，家娘看到个都唔得，直到佢拿下来做好，又调转白当去。有一日，两男士心口看到布做好咧，啲系家娘老佢做好嘅。唔过，因为老家娘冇讲话，唔甘愿老家娘讲新闻。其实对待白当讲，新闻叫搭车叫，左偏右儿斗偏头。